哎呀，咦，阿爸，你冇嘢啦？哈哈哈！幾年前開始，我坐響樹下，見到一班膠樽嘅前世，就好似維維啊。維維前世係堆石油，每次出世都要提取天然資源，又為地球製造新廢料，幾唔環保啊！咁呢隻呢？幫忙除咗石油，都有啲植物物料，用咗另類天然資源，但係扭嚟扭去咪又係製造新廢料，環保慳啲啦，幫忙。咁啊呢？我前世係咩呢？我見到，哇，係一班水樽，唔知前世，仲有前前世、前前前世、前前前前世，全部都只係水樽，叻仔啊！唔怪得知啲人叫我做再生樽啦。每個屈臣氏蒸餾水再生樽嘅樽身都由100%舊膠樽翻生而成，令回收咗嘅廢膠終於有出路，仲冇加入新嘅天然資源，真正帶領環保 ，keep 住循環，有今生有前世。屈臣氏蒸餾水最多香港人喜愛嘅樽裝水。